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火力发电厂排放着含致癌物的废水。今年的1月到3月，连续3届来违规。台中市政府环保局重罚中火2000万，这嘛是国营事业违反环保法，向法院上悬的记录。台中火力发电厂排放废水，包括超过标准的致癌物质硝酸盐氮，和台中市环保局连续抓到3摆，环保局拍算要甲重罚。 超标有3次的话呢，那符合我们所谓的情节的重大。那情节重大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处以2000万以下的最高的这样的罚款。2000万罚款要在5月15以前纳，这是历史上国营事业违反环保法规被罚款的最悬记录。环保局阁要求中火2礼拜内要提出改善的计划，在改善完成前，中火1号机到4号机要减产50%以上。 并且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改善，改善后若阁无合格，有可能会叫伊停工，嘛袂使因为改善废水影响空气。那这个供电责任是中央政府的能源政策问题，而不是加诸在台中市政府的身上。我们会从降空污、减水污、中火1到4号机自主减产50%的方式，3路并进。那我们非常希望在5月上旬用电攀高前， 能够完成各项的改善。台中市政府开罚单，台电拍算要提出行政诉愿，双方有可能因为政治立场无同伫相当。不过即马热天用电的高峰期要到位啊，老百姓真正关心的是，敢有法度享受到更较稳定、更较环保的电。